当然，这是我的荣幸。那我们来拍第一个动作，打绿球。第二个动作，帅气。第三个动作，爱心。花市在地新闻，乡亲啊，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29，旧历的10月25，礼拜一。这个自动驾驶的车有伊的风险哦。今年的6月，高速公路发生一件车祸，明明有一台货车已经拍环倒伫个路中，但是驾驶哪像无快，直接就甲弄落去。也有民众看到车位边啊驶过，驾驶人却是嗷嗷大困。原来这个车拢是自动驾驶。高公局的统计。今年高速公路顶的车祸，有将近一半的车拢有自动驾驶的系统。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的系统，若拄到6种的状况，就会失灵。所以要提醒咱的乡亲，就算启动这个自动驾驶，也是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大货车倒伫国道内侧车道后壁一台特斯拉，煞敢若拢无看到，直对头前弄。上尾碰一声，规台轿车插入去货车的车厢，画面真恐怖，共款惊人的阁有济。特斯拉，他300万可以睡觉啊！车辆驶伫路啊，毋过驾驶却直接困去，反射是因为车辆有到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才会困甲真路面。毋过高公局嘛发现，这个系统是造成车祸发生的一大原因。根据统计，今年1到10月，国道上面施工车或是管撞车遭到追撞就有70件，其中有31件都装有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比例高达44%。高公局指出，拄着6个状况，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可能会失灵，包括前车速度差伤济、坡度差伤济，或者是弯道路段；前车无驶伫车路中，轻轻换车道，或者是转向；阁有着事形式的车辆、机车。阁有拄着大雾或天顶特殊环境，拢会影响系统雷达和镜头效能。前方的这个车子，它的一个外形比较特殊，像之前也有这个车辆翻覆，然后呢，让他无法判断说，那是一台车，所以呢，可能这个他没有办法正确做判断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适当的去做出刹车的反应。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若是民众的双手离开环道路危险驾驶，相关可能会罚款24000块的罚单。高公局嘛出面提醒，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只是用来辅助，驾驶人要是要注意头前的状况，才会使避免意外发生。高雄一个3岁小女童，医师和幼稚园的老师甲绕着伤，也毋过幼稚园这边是反驳否认。小女童的家长早起一透早，搁到幼稚园要来了解真相，但是双方经过将近1点钟的对话，也是无共识，也搁咧协调。这小女童的妈妈看到查囝安尼是真唔甘，目屎一直流，甲查囝物件款款的，准备要甲转学。表现出他们的诚意，就我们还在协调中这样子。对，谢谢。我会转学，我会转学。扣甲真伤心，这个长寿者甲因查某囝的客母透早就到幼稚园去摕物件，准备要离开这个伤心地。小朋友受伤成这样，真的会舍不得啦。物件拢要再走，因的遮艰苦，拢是因为进前这个查某囡仔颔棍啊有真侪伤痕，敢若是幼稚园的老师造成的。这里也流血了。这里老师用怎么样？你再用一次给阿妈看。老师，囡仔甲阿嬷咧讲这个代志，看到这个幼嫩皮肤出现伤痕，分真生气，想要搁甲园方问个清楚。虽然讲当地里长甲派出所所长拢陪同，但过到目前为止，犹原无得到答案。如果有进步消息，就跟大家讲，感恩感恩，谢谢。园方感谢外界关心，不过这个查某囡仔伤到底是安怎来？即马相关的单位已经咧调查，就是要赶紧找出造成囡仔伤痕的真相。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已经为南非侵入到真侪国家。上新的消息，丹麦甲加拿大嘛拢验出到新变种的确诊病例，这嘛代表这种新型变种病毒已经攻入到全球5大洲了。即卖世界各国陆续实施到禁飞令，所来引发到南非政府的不满。另外，全世界嘛拢尽量咧争取时间，要来做加强剂，来防堵着这种的变种病毒。上新的消息，为着要防这种新型的变种病毒，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已经伫拄正来宣布，明仔载30号开始，日本禁止所有的外国人来入境。我が国も最悪の事態を避けるために、
緊急避難的な予防措置として、まずは外国人の入国については11月30日午前0時より全世界を対象に禁止をいたします。这嘛代表原本会当来入境的短期的商务旅客甲留学生，明仔载开始，再日处方禁止进入到日本。若为南非等等传出到Omicron疫情的国家回国的日本人，是强制伫咧指定的措施来隔离。岸田嘛来强调，这是伫咧新型病毒相关的资讯出炉进前，为着保险的起见，临时采取的紧急的措施。这种新型的变种病毒 Omicron 由这个南非第一例来通报。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讲，目前是咧抢时间，要来了解这种新病毒的特性。科学家讲，至少就要2礼拜到3礼拜的时间。上大先发现这种病毒的南非的医师嘛出面来说明，讲目前伊所发现的病例拢是属轻症。若为着病毒的族群，以40岁以下较侪，伊是来呼吁着各界无需要惊狂，但是伊嘛来提醒，若是有慢性病，佮无来做疫苗的长辈者，为着这种病毒的危险性，会比少年人佮较悬。And the overall patients that was recorded yesterday was 3,000 and around about 3,700. So our positivity rate is 9.2%. 南非医学学会主席科茨是上早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的医生之一。即嘛，这个变种病毒，互全世界拢着惊，伊出面说明。So it started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40 and less. The most predominant clinical complaint is severe fatigue for 1 or 2 days, with then the headache and the body aches and pain. 科茨就讲，若去为着这 Omicron， 除了讲会夜先头个痛、身躯酸痛、镜头同款造成脑痛甲咳嗽，验过呢，这个镜头有较轻，嘛袂造成食无味、鼻无味的情形。是讲有一个查某囡仔有发烧的镜头。I only had one child that was severely ill with a temperature of what we call 40 degrees, and with quite a fast pulse rate. But we managed to treat her at home, and within 48 hours, she was dramatically better. 科茨表示讲 ，Omicron 病例大部分都是轻症，不过伊嘛烦恼讲，若有慢性病，又搁无注疫苗，这个老大人去患着危险性比少年人搁较悬。啊，这款病毒到底威力安怎？全世界要伫研究。欧盟执委会主席马信尼讲，这是甲时间的比赛。We take this Omicron variant very serious. And we know that we are now in a race against time. And the scientists and manufacturers need 2 to 3 weeks to have a full picture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mutations of this Omicron variant. 世卫嘛表示讲，这款新变种病毒是一个传染力，爱搁研究。面对新变种病毒的来临，全世界嘛已经加紧脚步伫研究甲防治。好，来镜头刷登来台湾，来看第16轮的疫苗，今仔日开始来注文。早起的10点开放着 BNT， 下晡2点开放莫德纳甲 AZ。为着要来防堵着这种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真侪国家是加速度来做第3剂的疫苗。指挥中心甲预防接种组召开着专家会议，有不少的专家来建议，这大人明年的2月到3月都要开始来做第3剂。若青少年嘛要赶紧来做第2剂咯。注射惊讲还未结束，注射针了后，阁会有后一针。面对常常出现的变种病毒，11月28日，指挥中心和预防注射小组 ACIP 研究，初步规划要互高风险族群来做第3剂，青少年来做第2剂。不过偏偏青少年做第2剂 BNT 疫苗心肌炎悬，敢要做尽量难。一定还是利多于弊的。那台湾目前为止观察到的心肌炎呢，绝大部分都是很轻微。如果以群体免疫的效果来看呢，是打还是比较好，特别是呢，你抗体比较低，身体储存比较久的状况之下，它可能又会形成新的变种，好，那它也会可以传染给周遭的这些人。
就惊青少年无免疫力，甲病毒早转去学厝内时代，评估了后建议要写注射。毋但青少年有规划，指挥中心嘛针对第1到第3类的人员，总共有263000人做完第2剂满半年，包括第一线医生、防疫人员、机组人员，各65岁以上时代36000人先来做第3剂，只是第3剂对 Omicron 感真正有效。我们没有办法很针对变种病毒去消灭它，但是因为我们的抗力很高，多少还是可以针治它。我们以多以量取胜。另外，较有可能重症的75岁以上的时代完成第1剂注射比例有72.6%，第2剂有65.3%，嘛就是讲有27.4%，将近30%的时代连第1剂拢无注射。医生建议要启动家庭医生的机制，利用教辅注射的方式来提升注射率。面对汹汹出现的变种病毒，全球拢爱做好准备。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指挥中心来公布到今仔日上新的疫情。今仔日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境外输入有8例，男性7例，女性7例，分别为越南、印尼、柬埔寨甲美国来入境，其中有5例是突破性的感染。啊，为着要因应到全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这个指挥中心嘛针对着跨年来做出着上新的指引，讲这个整体甲旧年是同款。参加活动的过程，一定都要专程来挂喙安，袂当来食物件。啊，指挥中心嘛来考虑到过年疫情的风险，甲因应到变种病毒的威胁，所以建议12岁到17岁青少年要继续来做第2剂 BNT， 而且来建议已经做第2剂者，离第2剂做完6个月后，要追加来做第3剂。指挥官陈时中讲，青少年做第2剂 BNT 的时间应该是伫个12月中旬了后。陈时中嘛来宣布，明仔载开始继续来维持着疫情2级的警戒。来听指挥中心上新的说明。是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就是打第2剂之后的6个月，可以开始来追加接种第3剂。那我们大概有分作2个一个是因追种的对象，换句话说，我们是非常希望他们一定要打基本上就是风险比较高的那而且是在保护大家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所以因追种的对象就包括了65岁以上的长者、长照机构的住民与工作者、医护人员、防疫工作人员、第一线高染风险的工作人员及容易感染与对疾病严重风险者，等等的这一类，我们希望是应该要来施打因为一方面对于整体的一个防疫有帮助，第2个也保护自身的安全，第3个是相对就是这些风险比较高的染疫之后发生重症跟死亡的可能性也会大幅的降低。那其余满18岁以上的民众可以评估自身感染风险及接种的意愿，也可以接种第3剂。换句话说，我们是对于18岁以上的都会提供公费的接种、公费的疫苗来做接种。那只是特别希望这些高风险的一定要来打疫苗。后来这个新型的变种病毒 Omicron 来到上界界。台北股市嘛受到冲击，早起一个开盘就来落49点，随后出现着恐慌性的卖压，一度来落破着半年线。加在这个买盘也是有退掉的，多空交战激烈，上尾也是小可落41点，以17328点来收盘，成交量是3181亿。这个台积电早盘上侪是落5块，嘛，互指数落盘的幅度扩大到超过200点。啊，这金融、塑胶、观光类股嘛是青顺顺，也毋过防疫的概念股，包括毛宝、康纳香，拢来飙起停，高端一度是大起7%。另外，航空的类股嘛是继续来走弱，华航甲长荣航空，这个落盘的幅度拢超过7%。财政部表示，国安基金随时备战，若有重大的变化，会开临时会来讨论。也毋过目前的状况也无遐尼歹。继续来看这个12月18公投，哪里是连续来出招？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来下令，因为执政党伫个公投无行政中立，所以国民党籍的调集委员拒绝来审明年度的预算。
这是和民进党的立委拢共去。不过国民党的内部原来有矛盾，讲新北市长侯友宜对这个核实的公投一直无来表态，互提出着这案的带头黄树修真不满。侯友宜早起来回应，伊讲伊是徛伫个民众的角度咧思考，11年来的坚持拢毋捌改变过。伊讲有能力来处理掉核废料的中央政府，一直拢无愿意去面对甲解决，这才是问题的源头。那即刻起拒审预算，所以我宣布休息。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预算审到一半，国民党一条委单率先抗议民进党处理公投行政无中立，宣布寄审预算。另外一边，还有教育文化委员会国民党一条委李德维嘛有行动。今天审查，稍微让我们本委员会是隶属于国民党党团底下吗？有点奇怪。稍微我们表达一下啦，我们很希望继续审。在场的民进党立委虽表达抗议，不过国民党家己内部敢若嘛出现问题。新北市长侯友宜一直无愿意对核四公投做出表态，外团和中企核四公投领导人黄树修真不满。伫那群组点名，这场公投新北市是上大的破空，新北市长侯友宜会互专线出问题。走过这11年，我永远坚持我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最重要站在人民的健康、国家的安全、产业的发展来谈能源。侯友宜参加新北市中医生工会送卵活动，正面回应黄树修，毛质疑侯友宜无愿意表态，都是烦恼公投结果会对明年连任或者是2024总统选举造成影响。有能力去面对核废料处理的中央，迟迟都不愿意去面对解决，这才是问题所在。侯友宜阁甲核四的难题等候中央，到底对公投的态度是安怎？恐惊要死的一直鸿问。好啦，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第2选区的立委的补选。这个眼架伫个南屯棒球里的交泰所，防指控是公共设施的保留地，而且是违建。眼宽行讲，市府只要指出倒位是违建，伊就会来拆掉。啊，名嘴周玉蔻是质疑着市长罗秀燕执法的力头。罗秀燕讲，会互眼架拆除的期限，若是期限内无拆，市府就会介入来拆除。中二选区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颜宽恒到选区参加关会活动，伊冒关会。面对这个选战，眼架伫南屯区棒球里一个交泰所，互人讲是违建，市政府派人去勘查后确认，这围墙啊甲合法建筑相平是违章的建筑，会寄通知单，请眼架伫限期内家己拆掉，若是无家己拆掉，就会安排拆除的计划。请稽核单位把违章违规的部分，把违规的部分需要改善的部分，明确的让我们知道，好，我们来进行拆除。颜宽恒强调讲，只要是市政府认定违建的范围，伊就会处理。啊，那交泰所违建即批火嘛，受到市长罗秀燕。这个名词周玉蔻伫面册就写讲，8日市交泰所已经变成台中市长罗秀燕的政治生命的死穴。佮讲，千万唔能拆掉迄座超级大违建，唔能承认领导违法。后到罗秀燕2022年连任失败，这个市政府唔敢拆。只要有这个违章建筑一经查报的话，那当事人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自行拆除或复原哈。如果没有的话，台中市政府就会排拆。罗秀燕针对名嘴周玉蔻的质疑，伊强调讲，眼架交泰所有违建，市政府团队绝对依法处理。好啦，乡亲啊，过来这件是诈骗哦，有这个厂商拿到新名的记号骗信徒。最近这个网络有电商的平台咧卖鹿港天后宫的过路妈祖的金币。这个庙方是紧急发出着声明，讲因并无甲任何的厂商，也者是电商来合作，请信众唔通去互骗去。详细状况，请记者黄仲莹来报道。电商平台上出现这样的广告：鹿港天后宫过炉妈祖金币，2个贩售236元，还标榜开运吸金，让你财源广进。不过，这些广告其实都是最新的诈骗手法。庙方也发表声明，根本没有和任何厂商或电商合作贩售过妈祖金币。如果是鹿港天后宫的话，如果是正式接受我们鹿港天后宫的授权的话，我们都会出示我们的授权书。所以就是
而且会是受保护的。所以就是说，希望信众的话，认明政治标记，不要看到鹿港天后宫就受骗上当。由于之前网络上曾经有人贩售指南宫过炉钱母，还掀起狂卖热潮，庙方赶紧自清。而现在又出现诈骗集团打着神明旗号，在各大电商平台推销天后宫过炉妈祖金币，以假乱真。天后宫强调，他们拥有庙名的商标权，不容许未取得天后宫授权的商家任意使用在商品上误导消费者。他们要求电商业者不要再以庙方的名义促销商品，否则不排除循司法途径维护权益。以上是彰化最新情形。阿公伫这个彰化县来生囝，生一体是补助3万块，是全国上多，但是人嘛是留袂掉。过去这6年来，彰化县政府的生囝补助是发出着20多亿，但是这个期间却流失着32000多人，因为真侪人囡仔生了领着钱，都甲户口迁到隔壁的台中市。为着要甲人留伫彰化县政府为8月开始加发着育儿托育的补助，每个月上悬7000块，也佫有补助着公立甲非营利幼稚园的学费，而且加强招商，推动着社会主体，要来提悬着县民留伫彰化意愿。彰化为着拼生育率，过去6年发20多亿生育补助，生一体领3万，全国上济。各有各乡镇加码，像宝岛镇第一体加1万，第2、3体加2万，上济加到10万，开真侪钱，互彰化去年的出生率冲到9.53%，全国冠军。不过，县府发现扣掉自然死亡，大个月刷出去的人口大约400人，生济就刷愈济。原因就是这5年有2成的家长领到生育补助，都甲户口刷出去。有的就是他领完这个3万就跑去台中，因为台中是直辖市，然后他的那个育婴津贴可能就比较好。你甲有钱要领，当然你就想办法嘛，人之常情。彰化各方面其实机能也都有起来。县府原本敢若付1摆性的3万的生育补助，虽然是全国上悬，不过后续的育儿津贴和托育补助却无比台中市好，才有这么多家长自彰化刷到台中，所以彰化县自今年8月开始，加码育儿津贴和托育补助，连到5岁家己出来，大个月领3500，连到2岁送托婴，大个月补助7000。每年8月搁加码，家己出来，大个月领5000，送托婴的补助8500。搁有送公立或者是非营利准公共幼稚园的嘛有学费的补助，大个月上济3500。其实彰化也一直都在努力，就是招商。我们在深港有一个青年住宅，也是希望我们年轻人能够愿意回来家乡，工作、结婚、生小孩。县府各讲相关亲子设施嘛继续增加，像亲子馆或者是公立托育中心，减轻民众照顾囡仔的负担，嘛增加工作机会和打造舒适的环境，让彰化人口卖个一直减少。好，来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配合着行政院的5倍券，加码来发放着高雄县甲夜市仔券，尤其是夜市仔券使用利便，正受民众的欢迎。高雄市府嘛宣布加码，拄只3点来发第2波的夜市仔券。这个现场已经出现着排队的人潮了。现场的状况，请记者蔡孟俊来报道。孟俊，请讲。那主播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在高雄的临近夜市，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是满满的人潮，都是呢要来等着要排队领取这个夜市券哦。而这个夜市券呢，排队的人潮呢，是从这边呢，然后一直不断的延绵的好几10公尺远哦，可以说是非常的壮观。那么这个民众呢，表示都很开心，想要来，很期待要来领这个夜市券。我们来听一段民众的说法。排夜市刚刚吃饭啊，吃物件。排这个有加200滴啊！夜市啊开心，太爽了。那么市政府表示呢，从今天29号开始到12月5号为止，只要拿着200元的振兴券，就可以领到400元的夜市券。而高雄呢，一共有49个夜市商圈可以来领取，每一场呢总共会发放2000张，全部呢一共会发放10万张。而为了避免出现第一波领取的时候动线不佳的情况，而这一次市政府呢也特别的实施与媒体式的发放的方式，减少民众领取的这个时间哦。而另外呢，
也特别加开爱心服务台，也希望可以这个服务长辈以及小孩。而经发局也为此还演习了好多次，希望呢大家都可以顺利拿到夜市券，进而带动夜市的这个高雄的消费哦。那么以上是记者掌握最新情况，我们将时间镜头交还给彭瑞主播。好，来继续来到嘉义布袋真料理，有一个庄头小醋庄来做12年一届的大做招。讲这个庄头只有17户，但是香案道竟然高达1350道，实在是因为这个小醋庄太好业咧，每一户人家身价拢破亿，甚至有身价300亿、500亿的企业家。啊，这个财产若只有1000万，安尼就算是平民户咯。从俄罗斯转台湾，上届好业的庄仔头。全猪排的上刀汤仔饼有够济，家家户户拢表达对神明的敬意。这大的场面是伫嘉义布袋镇消府大地殿起庙36周年，可人想袂到是小厝庄全庄17户，竟到1350道。个人的普度无共款啦，吼，有的嘛是2-3千块一块刀，伊嘛咧款。添油香1万起跳的管10万的有够济，要人大手笔，一家户就是36万。原来这个大地庙是小时的囝孙仔起的，伫这出国奋斗的人，大家事业拢真成功，虽然低调，大家拢知影。几千万算是贫户，那1亿呢算是小康，那10亿呢算是普通。他们甚至还有几百亿的。这12年也是一个非常久的时间，所以全庄的人一起凝聚这条心来办理这个12年的大热闹。我看到了我们村庄非常团结。拄到新明有庆典，真侪小时后代拢回故乡去参拜。社会寺庙有10万公尺壁顶，拢为台湾早期农业的生活，是对后代子孙的提醒，袂使忘本。是讲这个庆典仪式遮壮观，嘛互大家真意外，因为一个创伫布袋镇的小庄仔头，上善的人财产拢有几啊千万，这款的财力真正是好业无人知。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小老师。我是艾小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小老师。大家好，我是雅玉。月秀你好。小爱玉好，大家好，我是绿秀妍，也是守护巴奈奶奶的神。可以请你自我介绍吗？大家都叫我仔驴舅，我是可以想变成人就变成人，想变成小鸟就变成小鸟的神。姐姐，当一个神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就是可以遥控其他小鸟去窃取我想要知道的资讯。最后你想跟大家说什么呢？我希望呢，大家可以不要在山林间或者是森林里面，甚至都市里面随便的捕捉或者吓到我们小鸟。然后呢，在盖大楼的时候也不要太多的玻璃，不然我们会撞到。很重要的是，还要收看无神之地不下雨。姐姐，你可以跟我一起拍照吗？当然，这是我的荣幸。那我们来拍第一个动作，打驴舅。第2个动作，帅气。第3个动作，开心。你所有名下的账户，它都会全部锁住。重点，我也不是诈骗集团，而且警方都没有所谓的任何通知跟告知说要叫我去做笔录。那有关这个解除的部分，我想我们回去会再加强我们同仁的一个同理心的一个宣导了。好，来
乡亲啊，今仔日天气袂歹，也毋过明仔载阁要变天咯。有一波强冷的高压路南，到时阵全台湾拢会反湿冷。上冷的时间点是拜三的透早，中部以北的低温13度，沿海空旷地区11度。这个拜三水气较少，会转大冷。拜五、拜六，台南以北会阁落降到12、13度。乡亲爱注意天气的变化，爱穿好烧。对天顶看，一透早是真舒适的好天气。受东北季风减弱影响，北部高温来到25度，中南部地区26到29度，不过干那一天回暖。明天的话，会有一道锋面在凌晨到清晨的时候通过我们随后在蒙古一带有大陆高压明显的南下，第一波低温会出现在礼拜三的清晨，北部、东北部有机会下探到大概13、14度左右，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大陆冷气团的等级。说落来，全台湾拢会真寒，拜二开始有风面，上寒的时间点都伫拜三透早，还有冷空气落南。这段时间，中部以北、宜兰地区温度降到13到15度，南台湾16到17度，各地较快所在可能干那11度到12度。拜四天气转大冷，拜五、拜六受辐射冷却效应影响，台南以北低温来到12到13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礼拜了后才会开始回暖，不过这礼拜敢会落雨。今天的话，虽然东北季风减弱，但是在我们东半部的云系，还有南边飘上来的云系还是相当多，所以在东半部、南部的话云量比较多，有些下雨的现象。中部地区、北部山区还是会有零星飘雨的状态。礼拜三之后，因为天气是逐渐转干，水汽的条件相对没那么好所以我们预判在这一次高山降雪的几率是低的。除了落雨以外，气象局嘛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拜二高雄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较快所在，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会有9到11级的强阵风出现，提醒要出海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屏东县政府甲渔业事务管理所结合着在地业者，来打造做真有特色的石斑鱼的早午餐。到年底之前，只要透过奶摕到好鱼罐，就会当用99块吃到这个真澎湃的石斑鱼的早午顿。西式料理有法国胖，有青菜，有煎马铃薯，看一个真面顶肉，不是牛肉、鸡肉、猪肉，是石斑。过来这出炖饭，嘛无过用用过西式餐点时常伫用的肉，即马换做充满台湾味的石斑。你觉得这样的拼盘是还蛮不错的？我觉得是物超所值。因为石斑一般拢伫请人客才看会到，屏东县政府最近拍拼推广早午餐，即马更加将早午餐的这肉拢换做在地石斑，推出各种石斑的餐点，就是要将民众用过所想的高级鱼货，变成一般民众的美食。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设定到比较平易近人一点的价位这样子。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几个早午餐的业者，能够来推展我们国内国产的这个石斑鱼。屏东县政府表示讲，即马只要通过屏东好鱼官方的 App， 就会使用99块去吃到石斑的早午餐。到年底为止，一间店限量200份，希望讲用这款的做法，让更较侪人去吃到屏东在地真好食的石斑鱼肉。乡亲啊，继续来讲这个乌龟壳，是台湾传统的美食，对真侪长辈来讲，更加是真有回忆的食面。婚林的好尾也关怀据点，这个长辈专工到原丁乡，向一个在地卖健康胖的头家来学做这个乌龟壳。期待这个做会晓了后咧，日后买当做分予大家来食。你无用过安尼？时代听头家娘的指示，豆豆甲料包入去皮内底，等包的数量有够，就放入去人绳内底吹。无偌久，烧乎乎的乌龟壳就做好啊！好食，真 Q。我包了5粒有哦，好玩又好吃啊！我觉得我跟阿公阿妈他们做乌龟壳很好玩。乌龟壳是台湾传统的美食，对真侪时代来讲是真有回忆的食物。不过即马要找到用料实在够好食的乌龟壳真少，好尾也关怀据点的时代来到原中乡，向一位在地卖健康面包的头家来学做乌龟壳，学习到用在地的食材来做一些在地的食物。甲时代做乌龟壳的头家嘛讲，看到时代这么欢喜，伊心内嘛真满足，期待以后嘛会使来甲时代做其他物件。
活到老，学到老，因足符合这个精神的，咱大家拢做用心伫咧做这个物件。期待时代学会晓做，学过巧了后，嘛会使伫厝内家己做，分享给家己的亲人、佮有朋友。好，来继续来看这个华山基金会，是专门咧照顾着失灵、失智、甲失去着倚靠的老大人。要过年咯，特别来举办着爱心募款的活动，为这老大人来募集着年菜，在地机关团体甲企业拢来响应。大家为这个阿关妈咧唱歌跳舞，包括草屯店长简景贤加一寡企业家，因响应这摆华山基金会举办的爱心募款的公益活动。特别感谢华山基金会长期以来就是非常的投入，甚至于非常的用心来帮助我们弱势团体，帮助我们的长者。趁即摆疫情较无遐严重，华山基金会就邀请这老大人出来行行活动一下。真欢喜啦！哎呀，真欢喜啦！笑得拢无喙齿就影啦。在每年一份年菜是700元，那这个年菜年礼的部分，我们会在今年过年农历过年前1个礼拜左右送到长辈家。华山基金会就是希望讲，咱的乡亲会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因照顾这个老宝贝。他是被藤条打的，然后他说，我问说那脸部的伤是怎么来的？他说老师用类似一支长长的木条还是什么打他们的脸，然后当天也是再去补习班，然后回来就小孩子的身上都伤了。发生补习班老师伤害女童案。处理员警获报后，立即依规定受理。什么？你还没有订阅华视52台的 YouTube 频道吗？赶快订阅！开始进入，对，开始了。你怎么还没准备好？
会啊。所以注意到的主题是。欢喜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南投县甲云林港交界清水溪迄个所在，有一个小黄山生态风景区，最近真红，真侪人去打卡。不过人一个坐，本数嘛对咧坐。德山镇公所号召着志工来清洁这个环境，镇长陈东部嘛做伙来参与，要让这个所在清气阁爽快。嘛呼吁大家唔通乱抌粪扫，讲上最会当罚款500万。头一摆伫小黄山举办爱护河川的活动，镇里讲会伫遮办，是因为遮上挖河川，有人会来遮偷倒粪扫，就是要民众知讲，死角冇人伫关心甲注意，若来伫偷倒粪扫，罚款上悬500万。小黄山是我们的一个天然景色，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把它打造得美美的之后，就能够吸引大量的一个观光客来这边。镇长特别感谢这摆来斗3工的志工，对共同来维护这的环境。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要来让咱的环境地方更较好、更较清气。砖头啊，大家合作来这个维护这个环境，这个小黄山。希望讲透过这摆活动，让大家更加爱护甲珍惜这个环境，提高环保意识。南投的国城有10间的民宿来革名，行销在地景点，推销在地产业。这届特别到北港村的有机米亚会农场来举办着法国料理的野餐活动，吸引真侪游客来体验。伫国姓乡北港村棉花餐中办餐会，气氛正轻松自在。尤其是利用在地食材，料理出创意的美食，像利用四季果壳来底饭、咖啡、炖排骨。如果说这个可以推广，其实是有市场，因为很多人去国外跑到国外去会享受那种田园的餐厅氛围，享受这样。在这么惬意的地方，整个年觉得每样食物又是感受到那一份用心，所以真的觉得这一趟来非常的值得。北港村有竹米桥，南港这边嘛真侪景点，加上洛阳咖啡等等产业，还佫有这个餐园的特色，相信有真侪游客会想要去行行哩。来发展野地餐食，这个很有特色。我认为它一定会成功。有这摆经验，让大家对国姓乡的农村创新发展真有信心。未来只要用心去规划，团结正人的力量，发挥客家文化的特色，就使带动观光旅游的商机。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小思。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小思。大家好，我是小爱玉，智慧之神你好。小爱玉你好，大家好，我是智慧之神。可以自我介绍吗？可以啊，我是这个充满智慧的智慧之神，你也可以叫我李普威。我呢是一个教育者，我的工作就是传递这个知识，还有散播这个欢乐。叔叔，大山有好玩的地方吗？好，我跟你说，人类的知识越清楚就越快乐。我这个工作就是造福人群，非常的好。叔叔，那你想要跟观众说的吗？跟观众说啊，不能再说更多了，因为天机不可泄露。不过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等你长大之后呢，你可以来修我的课，或是你就锁定我们的无神之地不下。当然可以呀，这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先看哪一集？1、2、3，耶！谢谢大家，谢谢你，小爱玉，你好可爱哦，抱一下。知名的瑞典家具店没有不见，只是好久不见。在今年4月，台北敦北店结束营业之后呢，即将在今年11月底，在原址以全新形态向大家见面，重新盛大开幕。就
就是我们后来其实就是跟房东有一个不同的讨论，所以才会有机会在这里重新跟大家见面。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新竹市西滨公路的慢车道，早起来发生着一件严重的车祸，一个20岁少年的骑奥多摆追撞着头前的卡车，伊趴伫咧涂骹，无生命现象。重型机车不慎追撞前方自用大货车，造成重型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治疗，目前还在医院救治中。救护车到场，这个机车还阁卡伫咧车骹，其实是趴伫咧涂骹，拢是血。救护人员赶紧甲送病院，目前要伫咧病院咧抢救，警方嘛正咧调查车祸的原因。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婚林斗南的文安国小，伫咧丰泰文教基金会协助下，规划着社区的食农的活动，引到这个新光社区，甲长辈做伙来做这个草仔粿，学生阁帮这个长辈来酿血鸭。对囡仔来讲，这是一个真好的学习的机会。斗南镇的文安国小透过丰泰文教基金会的雷梦计划，规划一系列的食农教育活动。今仔日嘛来到新光社区，和学生阁有时代做伙来做草仔粿。袂歹啦，遐囡仔拢足巧的，第二有足紧的，教导会啊嘿。很好玩的。怎么说好玩？平常没办法跟他们一起互动啊，这是第一个功夫。第一个功夫吼。算是吧。除了做草粿，嘛安排替时代酿血鸭，和时代阁有学生进一步交流。真侪学生拢讲来遮关心阿公阿嬷，同哪里照顾家己厝内时代同款，心内感觉真温暖。平常获取不到的经验，可以跟老人就是这样互动。因为平常阿公阿嬷都要去田里工作，我觉得很棒。这些食农的教育啊，结合学校的本位课程，从学校到社区，相信带给小朋友一个很不凡的一个体验。一个科学因为社区的关系，大家开始互动交流感情，在活动当中加入教育的理念，对时代各有囡仔拢是真好的情感交流。台南市政府为着要来维护着食品的安全，嘛要来维护民众对食品的安心，特别委托着南台科技大学辅导着650间的业者来强化着食品的卫生管理。为了维护食品安全和民众对食品的信心，市府卫生局委托南台科技大学，针对食品业者作业场所卫生和有原物料来做验收，嘛伫现场进行辅导和建立食安地图，提供消费者辨识和食品安全。受辅导的业者嘛讲，会使更加了解食品安全的规定，佮有重要性。把食品添加物做专人的专柜处理。今年受卫生辅导业者总共650间，南台科技大学嘛自当中拣出优良示范业者，而且将名单公布伫台南市食品安全系统平台。校长嘛讲，秉持大学社会责任的精神，已经连续5年协助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建立完善食安管理制度，为食品安全来把关。无去闹出啥物食安个什么问题吼，表示咱的业者大家嘛真配合咱这个计划的推动。市府卫生局表示，期待未来有较侪食品业者参与辅导，而且鼓励强化和落实自主管理，共同为食品的卫生安全打拼，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和期待，共同打造健康食品安全的优质环境。核四应该对大家来说都是最关心的，像核废料，我也是不知道它到底要放在哪里。我应该重启核四会同意。觉得近几年来民生用电很明显的就是会常常供电不足。核能这部分的话，我会投不同意。有其他的能源可以去替代啊，不一定要核能这部分。这对我们的生活也是会比较安全一点。如果像我的话，会很漂亮。对，如果像教课，我怕它长不高。
我个人觉得啦，就是女生如果像我的话会很漂亮。对啊，如果像教课，我怕他长不高。如果是男生的话，所以但女生长不高好像比较还好这样，所以就私心希望女生。他的反应让我意外的有一点觉得很特别。他先就是比了一个好像自己很勇猛的姿势，这样。对我自己觉得很幽默，很搞笑。对我自己觉得很幽默，很搞笑。你确定？什么？你还没有订阅华视52台的 YouTube 频道吗？赶快订阅！对，开始了，你怎么还没准备好？我是吴一璇，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市的官田甲六甲11月开始，有不少的人家来调查偷，追查结果，查了有3个，因是联手来偷骗到南台湾，有88万互因偷过手，警方当扩大继续来巡查。1点钟上大新闻陪伴时间到咯，感谢乡亲的收看，马上邀请咱的乡亲继续来收看华视新闻。女生如果像我的话会很漂亮。对啊，如果像教课，我怕他长不高。你好，欢迎收看1700华视整点新闻，我是雷亚。国内呢，今天并没有新增的本土个案，这已经连续25天，国内都是再加0了。不过呢，今天倒是新增了8例的境外移入，其中呢有5例是突破性感染，另外呢，指挥中